欢迎收看《Kenny 闹星球》，大家好，我是高景言。那在最近呢，国内的篮球跟国外的篮球都是轰轰烈烈的，所以在我们 Kenny 闹星球的 Podcast 以及 YouTube 的转播里面呢，你都可以听到第一手以及最直接国内外篮球的资讯。那经过上个礼拜跟上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来宾贾凡来到节目里以后呢，哇，我们的频道的留言区真的是轰轰烈烈啊，炮声隆隆。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台湾篮球的一个热景，跟台湾篮球的一个目前为止的现象。这个对我们国内篮球发展真的是好事吗？In a way, yes。因为大家看起来都很在意跟很在乎，到底篮球的走向在国内未来是往什么方向去走。那更重要的一点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把这样子的热忱一起带进我们的球场。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多的问题要回答各位朋友们的一些疑问，所以呢，现在呢，首先钟玉我们的小编呢，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互动一下，让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到底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呢？钟玉，Kenny 哥觉得今年 NBA 的总冠军会是谁？OK， 这个问题是现在越来越简单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30个球队，然后变16个球队，然后8个4个2，那现在已经到4个的阶段了。那我可以说就是4个中间的一个吗？当然大家对这个不会满意的，因为呢，的确在我另外一个 YouTube 的节目里面呢，我曾经讲过了一件事情，就说呢，今年的 NBA 因为提早的开打，离冠军赛打完了以后只有70几天的休息时间，就开始新的球季，那也造成了很多的球员们呢，特别是打到去年季后赛比较后半段的这些球队，开始有了抱怨的声音。他们认为呢，今年72场比赛赛事的密集，以及呢这样子缩短的球季里面呢，一定会有很多人受伤。那果然呢，话说没错，很多的球队呢都是因为有受伤球员中箭落马。那现在呢，剩下4支球队，我认为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例外，就是哪一支球队的受伤球员，特别是指标球员的受伤，就会影响到最后夺冠的一个结果。那在我们录影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Giannis Antetokounmpo 呢扭伤了自己的膝盖，所以他应该状况未明。状况未明呢，对公鹿队来说就是十分的危险，因为呢，在老鹰队伤了 Trae Young 今天没有上场的情况之下呢，公鹿队本来拥有绝对的优势，可是这样子的优势又完全消失掉了。所以呢，以东区的球队呢，2个指标球员看起来是受伤的情况之下呢，西区的球队夺得最后的胜利几率相对的就提升了很多。那特别在西区里面呢 ，Chris Paul 的归队以及 Kawhi Leonard 无法打。这个也对快艇队来说，在西区里面脱颖而出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在今年呢，我大胆的预测 NBA 的总冠军呢，凤凰城太阳队。这个就有点跟我之前所讲的有点 consistent， 就是说呢，在没有主力球员受伤的球队可以完成健康的一个状况，最后夺冠的机会就是最大的。那很不幸的，在今年的球季，几乎在每一轮你都会看到有一些指标的球员呢，相继的受伤中箭落马。那这个跟太大量的上场时间，跟现在的球员呢条件越来越好，身体碰撞的激烈度呢跟弹性天分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会有比较可能多受伤的一个结局。所以我大胆的预测 NBA 总冠军凤凰城太阳队。OK， 终于，那第二个问题会是什么呢？Damian Lillard 会不会离开拓荒者？那他要离开的话，他会适合去哪一队？Damian Lillard 呢，要不要离开？我觉得第一要看他个人的意愿。他个人的意愿是什么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说了，不是我说的，是 Damian Lillard 说的。他说：“我在这个球队有很棒的一个认同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球队没有要改变，没有要重新开始，他要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是不会离开的，所以他自己没有离开的意愿。那第3点呢，就是如果 Damian Lillard 要离开，球队要把他交易出去的话呢，那其实拓荒者现在不会做很多的动作，其中包括让 Terry Stotts 走，然后呢，想找一个总教练来满足这个 Damian Lillard 的欲望。那 Damian Lillard 第一选择原来是 Jason Kidd。那 Jason Kidd 大家都知道，现在被独行侠队拿走了以后呢，马上他们就找来了另外一个前控球后卫，那就是 Chauncey Billups。
那所以现在拓荒者看起来呢，他仍然在做一些怎么样来满足 Damian Lillard 有夺冠计划的这些思维跟想法，所以看起来拓荒者队也并没有真正的想把 Damian Lillard 送走。那他自己不想走，球队也没把他送走，所以呢 Damian Lillard 离开的几率我觉得并不会特别的高。那更重要一点，如果 Damian Lillard 如果真的要离开的话呢，他会想去哪一队？外面有很大的呼声说，哇，洛杉矶湖人队，洛杉矶湖人队。可是我们稍微看一下洛杉矶湖人队有什么条件来取得 Damian Lillard。Damian Lillard 去年签了一个合约，1亿9600万的合约。那这个4年的合约里面，在今年啊球季结束了以后，明年开始1年他要赚3940万。这个代表说呢，如果湖人队要跟他交易的话，至少在交易的筹码对等的要3500万以上的对等筹码。那湖人队手上有没有这个对等筹码呢？以现在看起来没有，因为除了 LeBron James 跟 Anthony Davis 2个人的合约去掉的话呢，湖人队剩下来有3370万的一个交易的手上现金。那当然这个事情可以改变，因为呢他现在还有一些球员没有签约，他如果重签了 Horton Tucker 或 Dennis Schroeder， 或者是呢这个 Montrezl Harrell 去 exercise 他的 option 也有972万的话呢，那可能他手上把这些签完再交易的筹码加进3300万的话，他却可以达到3500万。那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字啊，但是呢湖人会这样做吗？当然也要组成3巨头的话那是有可能，但是他会这样做吗？他会这样做，可是拓荒者可能也不要，因为他手上的这些人可能都不是拓荒者现在想要的，再加上湖人手上没有选秀权，所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我认为第一，拓荒者不会想交易这个 Damian Lillard， 第二 Damian Lillard 也没有想走，所以后面讲的这些话都是废话，抱歉。那第3个问题会是什么？拓荒者找 Billups 去当教练，那 Kenny 哥怎么看？就是这种有负面新闻的当总教练，你觉得他适合吗？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下。负面的新闻发生在1997年的事情，那市场上有比较更好的一个人选吗？那主要的像 Damian Lillard 这样子的人会接受吗？他本来想要 Jason Kidd 啊，那 Jason Kidd 已经被独行侠拿走，加上 Jason Kidd 他也有不好的记录啊，他的不好的记录是他打他老婆嘛，那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那 Chauncey Billups 他的不好的记录呢，是发生在1997年，可是这件事情跑到了这个 court 里面去，也没有被 charge， 没有起诉，而且没有被起诉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说被害者的他的一些供词跟事实接受调查的内容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吻合在一起，所以 Chauncey Billups 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大问号。那如果你要 base 你所有的事情在一个问号上面，而且是一个没有被起诉的一个大家给他的一个罪名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太好的一个决定事情的方式了。因为如果他真的有做这件事情，或对方真的是认为说他是强迫的话呢，那这件事情应该会继续走下去嘛，也许是这样子。不过不管怎么样来看，我们必须要看 Chauncey Billups 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Chauncey Billups 在去年呢，球队休馆的时候呢，跑去了没有，是 Tyronn Lue 跑去了 Chauncey Billups 的家，本来就是去打个招呼啊，吃个晚饭啊等等，结果后来没有想到那边住了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 ，Tyronn Lue 就一直指导了 Chauncey Billups 怎么在 NBA 当一个总教练。所以呢，接下来的 Chauncey Billups 加入了快艇队的助理教练团之后呢，你会看到他们是有一定的合作的默契的。那 Billups 在原来只是篮球选手，然后加入评论员，终于加入了快艇的助理教练团呢，那现在要拿到了他的第一个总教练工作的位置。那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你看过去有很多其实没有太多真正的执教经验的年轻的教练，像 Steve Nash 像Steve Kerr 这样子的人，他们最后做的怎么样呢？我认为还不错。所以看起来 NBA 已经慢慢的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用前 NBA 的球员，特别是你看到这些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后卫，可能后卫对整个战术的理解度是比较完整的。
也许是这个样子。那再加上 Tyronn Lue 呢，本身也是一个后卫，所以在 Tyronn Lue 的指导之下呢，现在 Chauncey Billups 有这个机会，我认为对于拓荒者队来说，一个新的开始可能是有必要的。那这个坏一点的记录呢，那在整个 legal 就是法律上面来看呢，它只是一个被这个质疑的、没有起诉的一个案件，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你刚刚所讲的它的不好的记录是不是就是这一条。好了，那接下来呢，下一个问题，终于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呢？那个网友非常好奇了，工程师下一季会不会去打 T1？ 哇，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不会。那这个问题会回答太快，有什么让我们要去 T1 的原因吗？或者是可能吗？或者是诱因吗？没有大家可能会对于也许去年的球季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现象跟这个事情，也许有一些是冲突，有一些NBA 也不是这个样子嘛 ，NBA 也不是说就是有球队会冲突吗？ NBA 不是也有的球队会跟联盟有冲撞吗？那这些呢，我们如果用男女朋友的关系来这个形容的话呢，男女朋友会吵架，会吗？那吵架的时候都是甜言蜜语吗？你好讨厌哦，你怎么这样子对我？好讨厌哦，不是嘛？这个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都是讲最难听的话。那球团、联盟、球团之间的竞争，有的时候就跟男女朋友的 relationship 一样，吵完了。回家吧。那至于这个工程师队会不会去打 T League，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在现在不管是以时间点来看，或可能性来看，都没有真正太多的时间点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呢，没有，可以直接的回答。下一个问题，感谢。网络上有在传说工程师要签布拉，是真的要签吗？还是传闻而已？签布拉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跟思考。那工程师需不需要一个超级常人？我觉得当然是需要的。那任何一个球队需不需要超级常人？我觉得应该都有需要。所以会不会签布拉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球队可不可以签，而是签得下来签不下来啊。大家知道方向在哪里了吧？我当然也想啊，我也想签 Michael Jordan 啊，我也想签这个，我也想签 Dwight Howard 啊，可是我签得下来签不下来不一定嘛。所以会不会签得到布拉？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大家拭目以待。好，那接下来还是跟洋将有关，就是 CBA 现在实施那个全华班政策，那工程师或者整个联盟会不会有那个找更高等级的洋将？这个更高等级洋将这件事情问的是有点抽象，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更高等级洋将是哪一个方面更高等级？是他的个人跟球队的配合的更高等级呢，还是他的个人的能力到更高等级，还是他的名声到更高等级，还是他的薪水到更高等级？因为有的薪水到更高等级跟他的能力通常是要相辅相成，可是有的人呢也是过誉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用自由市场来看这件东西。什么样子的自由市场来看这件东西呢？是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的 CBA 他们的洋将的薪资的空间少至5-6万，多至年薪200万。那你知道我们国内呢，就是15000块的 cap，15000块的 cap。那15000的 cap 跟他最低5万块钱呢，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是的。所以你认为如果他在中国找不到工作，他就直接愿意降35000块来台湾吗？如果我是球员，我可能不太愿意啊。所以呢，他可能第一个选择，他可能跑去日本。日本呢，可能有2万到8万的薪水空间。那这跟他原来的薪水就比较靠近一点。那如果日本找不到工作，他可能去韩国，也是3万呢到6万中间。虽然他的起薪比较高，可是他的 cap 比较低，所以呢，他也可能去韩国，他也可能去欧洲。所以呢，各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呢，
如果他真的有到了一定的一个超级的等级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选择应该不会是台湾，除非台湾呢有人给他很大的一笔薪水 ，which 在这我们联盟里面也不太可能会发生。所以呢，我认为一些 CBA 的球员，他会可能跑去日本抢日本球员的薪水工作。那日本的球员呢被抢掉工作，跑去韩国去抢工作。那一些韩国的球员呢，可能就会跑来台湾来抢原来有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直接要从 CBA 找来台湾，那第一件事情是他要同意比较低一点的薪水，而且不是低一点点。他可能第一个选择还是找薪水再比台湾再高一些的。那然后呢，这些可能被淘汰掉的、被人家挤掉工作人，再往下挤，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可能一定会有一些的骨牌的效应。Yes。好了，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 P League 之后的交易有哪些规范？这个呢，交易的规范啊，我认为因为我们是新联盟嘛，所以呢，常常就是在规范之后呢，有交易发生以后再规范，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现在不太这个适合我们在这边讨论。大家可能对这个 FIBA 当时惩罚日本是有一点点的误解，因为呢，当时在 FIBA JBA 这边呢，它是有所谓的地区的 B League 的联赛 ，BJ League 以及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联赛。那这两个联赛呢，有几个层面上面都是不一样的方式在营运，所以才会引起 FIBA 的一个注意。那这个引起 FIBA 注意以后呢，才叫他们去两个 merge 在一起，打共同的规则，用共同的方式来组织一个对于日本加入世界级的比赛的时候是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呢，他的两个联盟，一个打 NBA 规则，一个打 FIBA 规则，一个40分钟，一个48分钟，在规则上面呢，他们就有一些的不融合，所以呢 ，FIBA 就给了这个日本篮协呢一些指令，说你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呢来整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pyramid， 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球队的组织，以及联盟组织像这样子的一个标准。那日本这个篮协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事情呢，就是在日本出国比赛的组织里面，他也发现了一些基本上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球员是打 BJ League， 有的球队是打 Java League， 所以呢，他们变成了有的球员在球队的压抑之下呢，不愿意接受征召。那日本呢，有几次呢，就是没有把一些他指标的明星球员拉出去打，所以呢，这样子一来也碰到了这个 FIBA 不高兴的一些地方。他认为说呢，因为现在两个联盟呢各自有自己的想法，那变成多头的马车之后呢，日本所组织的球队竞争力也没有是真正的代表日本真正国力的一个篮球队。所以呢，你会看到在 FIBA 要求日本篮协改进这些项目里面呢，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他们呢拿出最好有组织性的，然后呢有系统性的来组军，让他参加 FIBA 的5对5以及3对3的比赛。所以在针对这两件事情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整合的这些问题情况之下呢， FIBA 才下了重手，跟他讲说，我要阻止你，不让你去参加呢接下来一些国际性的比赛。那这样子一个惩罚一出现了以后呢，马上的嘣嘣嘣嘣嘣就组合成一个联盟，然后呢，所有最好的日本球员呢，有系统性的来安排，变成要代表国家出国比赛。然后现在日本队不只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他也很明确的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呢，他不但有日本的第一队，我还有第二队，我还有第三队这样子的一个组成，而且在训练的系统性的培养之下呢，他们也更明确的可以有一些真正的目标，而造就了现在日本在亚洲的篮球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强大的。那至于我们国内未来会不会这个样子呢？ FIBA 会不会来 sanction 我们呢？我觉得也要看我们自己国内的这几个联盟打算怎么来互相的合作，或互相的不合作，或我们的球迷怎么样的不合作，或怎么样的合作。那如果真的要到了国际篮协要来惩罚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认为对我们国内篮球的发展绝对也不是一件好事。好，
那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呢在我们的今天回答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到满意。如果你们有更觉得想知道的一些事物，以及对篮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呢，麻烦各位到我们 Podcast 下面的留言板，以及我们 YouTube 的留言板来跟我们继续持续互动。只有互动，不要谩骂。你要讲任何的事情，只要有理由，只要有建设性，我们都会认真的倾听，而且真正的去思考。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 Kenny 闹星球，下次再见。